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是什么日子？你敢会记得咱那个有汉光演习？汉光41号10天到暗，今仔开始。重点呢是普世的战争要安怎来处理？法律认知，佮甲你消耗啊，而且呢，甲你骚扰。甲你呢创治，啊，佮有万安甲民安的策论性。那么即届袂使佮讲无人民利的代志。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釋。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前美國國防部的官員胡振東 Tony。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學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明。主持人好，大家好。咁首先咱就來關心史上上久10天9暝漢光41號演習，今仔日開始咯。再去宜蘭的蘇澳有真濟隻的這個軍艦出港來演練。中科院負責的會稽專案打造的無人艇嘛出現了。這屆國防部出動了22000名的後備軍人，陸軍206旅頭一屆全旅動員，大概是3000個官兵分佈在各所在進行恢復戰略甲臨戰訓練。聽口令，調集員就射擊嘅姿勢，執行7瞄準。漢光41號演習時間有10天到暗，吹到正式開始。重點之一就是動員要加22000位後備軍人參加演訓。其中陸軍206旅第一遍實施全旅動員，有要加3000人參加。目標是要加後備軍人恢復戰力，將做上備部隊嘅後盾。一掛調員進行14天嘅先制教招，正值第5天嘅課程練戰鬥教練，訓練內容比過去更加紮實。除了電視看到嘅版型機槍射擊訓練，陸空迫擊炮復訓，一個正罕見嘅戰術討論。然後你們武長的畫法，然後你們搬運機槍的畫法，然後畫完之後再去統一射擊。對。用討論和調員確認手臂嘅區域，也用威懾射擊導卡，掌握家己嘅射擊範圍。甚至到教條科部也比較上備部隊練習限制空間戰鬥。這次教招的亮點之一就是演練限制空間戰鬥，由多名招員組成小隊進入到這個狹窄的這個空間，考驗他們如何分工合作，也符合現代戰爭所需。我覺得這部分來講是有助於提升我們部隊戰力哦。那我們必須說啊，因為這個召集地呢是結合在城鎮地帶哦，所以是教官哦施予哦他們城鎮地帶的作戰技巧，比如說像限制空間戰鬥。今年漢光演習重點是無劇本有想定，國軍第一天針對普設地帶前調做應用。宜蘭所有幾多台軍艦一早起就緊急出港，趕到作戰區域。中科院的會稽專案無人艇要出海，引起大家注意。那麼海軍的各種艦艇，包括1級艦、2級艦，就會準備出港。那麼也被募集到乃至於會稽專案的一些無人艇，這次也出港，推估應該是在進行相關的測試，用來輔助對應這種中高強度灰色地帶的襲擾。學者觀察，今年漢光演習國家注重兵戰轉化，先經高強度的普設地帶清了，考驗官兵的應變能力。出來一個會增加強度，到全面作戰，用實戰化訓練提升部隊的戰力。公司新聞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哦，看到這個軍演哦，看起來是哇，這個華語講呢熱血沸騰啊！但是是算真的，而且算真的，這內面佫講一個步兵206旅實施着全旅動員，這意思是講要野去到全台灣的各所在，這是什麼意思？我要先請辛老師來給咱說明一下。唔是講206旅全旅野到規台灣啦，伊有家己的任務所在，嘿，守備的範圍。海外咱知影台灣的後備旅吼，有無共款的型啦吼。
第一个就是讲你动员了后，你24小时动员了后，经过训练啊，到海边，到你的任务范围去顾这段海岸。啊，第二类就是讲管区后备路这个就是伊的任务。 唔那干那海岸尔，可能有一个关键基础设施若无就是山顶，还是有别个所在。等于就是讲，那全部动员，所有路动员，这部队规台湾，无论是海岸，无论是重要地区，还是迄个山顶拢有咱的部队所在咱看即马咱的双臂的部队差不多无到20万中共伊解放军差不多200万毋过伊可能动员差不多30万到40万来攻击台湾伊个分无共款的所在，有的北部，有的中部，有的南部咱爱有偌济兵力会来防守即个所在，所以即个动员是非常重要毋过以早的动员拢是讲因为兵佫较少，我若动员差不多一个旅一个营加几个迄个直属连表示毋是表示因为任务伤重啦，你无法度无即个能力一概全力的动员这嘛是讲袂使安尼，咱看即个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这动员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年即届的汉光演习，规律的动员我感觉足赞的，就是讲战争的时阵你无法度讲一营动员，而且你是后备旅。你无法度几百个，还是1000个，就要相拍，对吧？你爱全路拢爱动员要算落规个足对毋过咱知影这后备路伊定常备官兵差不多几百个，你为几百个扩充到3000个，就是讲这3000个内底有的是军官，有的士官，大家拢做伙转来，讲到春节对大家拢转来，拢知影讲你是营长，你是连长，你是啥物职务大家做伙24小时，你得爱知影你的武器，你知影你的任务到海岸去守备。我感觉这足有意义的。你若讲全台湾所有的后备旅拢会使全部动员24小时拢会使到伊的任务所在安尼我感觉对咱的战力来讲，安尼较有意义。对。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这206旅它怎么个实施所谓的动员，把后备的。然后由现在现役的人，经过21小时的这些任务的提示，然后熟悉，然后防部，然后能够真正实施动员。不过我们都知道超你这次来是所谓的观察组，你所谓的这个观察组的任务是什么？要看哪一些东西？那么最后执行的结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的效应？因为你做演习的目的就是要一直进步嘛，对不对？然后观察组就是观察每一次你要演习的时候，应该有一种最主要你是要看的，像这次你要海苔防御啊，或者防飞弹啊，或者是灰色地区的防护，那你会使你照你的作战计划，在这个方面作战计划去执行一些任务，然后观察组会看他执行的情况。从这个里面学到那些哪些地方需要改善的，然后当这些东西看完以后，因为通常在演习完了以后，会有我们叫一个 AAR After Action Review， 就是会直接美国的观察团和中华民国观察团都会在一起，然后写一个报告给部长，然后跟总统报。部长看了这些报告里面，他会决定 OK， 这个东西我们做得很好，这个东西我们做得不太好。那这个东西是因为关于通信方面的，那你通讯的次长，你来说明，你来准备说你要怎么样改善这个，然后你做成一个你要改善的计划。然后这个是关于后勤的，后勤次长，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准备，要怎么样把这个改好。然后呢，有这个计划以后。每几个月他们会开一次会，看情况怎么样，看有没有 update， 有 update 对，然后很可能这个行动就变成明年汉光的时候要看一看有没有进步，所以明年还得来，因为这是每一年这样你才会每一年进步，所以因为你那么多年的汉光，我是第一次从美国来台湾观察的时候，我还是美国中校汉光18。
2002年，今年是汉光41了。哇，是老学长嘞。所以我观察了很多，我从在基地的观察，那是空军基地观察，一直到最后面几年，我在 AIT 的时候，我都在那 JOCC 叫衡山吗？衡山指挥中心，衡山指挥所有看那个领导人的 decision making， 他决定的 process， 为什么他会做这个决定？所以这个程序是每年中华民国国军为什么会每年越来越好？那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中华民国联合作战 ，Joint Warfighting， 那个时候是我们的 objective， 每年都看到进步，我每年来都看到进步，所以我想这个程序应该现在还是继续下去。我这么问一句啊，18届到第41，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是今年10天24个小时，你知道演习的时候，你演习就要像跟着真的作战一样。在美国，当我们演习时就是作战 ，you train as you fight。所以呢，当你做24个小时10天，有一个很讨厌的情况，为什么？人会累。可是你打仗的时候，当年轻人很兴奋的时候，他不想回家休息。可是你一定要逼他回去休息，因为你需要他下一节再来接上来，因为这个人要回去休息。如果你让他一直打下去2、3天，你就没有人打得动了，大家都垮了。所以打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嘛，所以我觉得今年是特别好，就要让你能够了解，让这些军官领导的人了解你 management 你怎么样管理。psychology 上面还有人力，因为机器比较不会累嘛，你就加油，然后把它换一换零件，就飞机可以飞4、5次。你pilot，你飞行很累，所以都要算好。这是一个 planning， 这是一个计划 process。这个也是演习的时候这些人需要学到的东西。如果你不是真实的做一个很长的10天的话，你可以撑4、5天没关系。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可是如果就跟过去就好了。就是你现在10天，你假的做不了，一定要做真的。所以这是一个。但是我比较好奇，我替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欧巴桑跟欧基上问，那他怎么煮饭？这些煮饭也是玩真的吗？这些炊事啊，这些后勤的事情，一定要呀！你出去的时候，像我们出去的时候就吃 MRE 嘛，那个。一袋就是口粮。演习的时候就是吃这个东西，因为你真的作战的时候也是吃这个东西。你没有时间去那个中文叫敲好食房，是不是？餐厅没有时间去餐厅吃嘛？你就在战地吃，就战地做，然后因为一定要练成这个程度，这样子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晓得你应该估计是什么 expectation 呀。所以接下来这9天10天才是真正关键期哈。说来哈，哈 Cam 哈，因为你那边开始嘛哈，你依照拢徛我都摆去堆啊，对啊，今天还没开始嘛，对，还没开始。恁家己对这摆预测还是讲恁已经采访了有什么风声？因为咱知影就他新老师也讲，这内面这2006还有关于着这普色的这战争。但普色战争内面我有查到一寡资料，我唔知影讲这是，伊讲法律战，认知作战、消耗甲牵制行动，另外佫有即个挑衅，即个就无人去演即个角色啊，还是讲有要是好落一寡状况，要互你从来处理。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像我们演习的这个灰色地带侵扰，算是一个新的，在军方来讲是一个新的观念，因为以往都没有演过嘛，都直接拿着枪就干嘛，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节目中也讨论过很多次，其实像说比如说把海底电缆拖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3-5的船只跟我们的这个海巡的警艇发生碰撞，其实我是觉得说，在过往的这些我们所看到新闻事件之中，其实已经逐渐在形成对于灰色作战侵扰的对应，它到底是什么？那像比如说我们今天
第一天我们所知道，就是说除了206旅的这个后备动员编程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军舰在苏澳港一早也都是紧急出港嘛，因为舰艇在港内是无法发挥战力的，所以他们都会紧急出港。那他为什么要出港？第一个疏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也开始准备去对应这些状况，因为相对的海巡的船只的配套等等的。那在我们的科目里面，后面也还会有一个布雷的动员。好，那它对于什么？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想定说中共的船只集结，那中共船只集结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的海上是有类似民兵的观念，然后它不是我们硬概念中的海巡，是海上警察，他们的海警是属于军事体系中的一环。那这一些他们可能会比如说包围金门，包围我们的外岛，甚至于在可能海峡中线附近的海域集结，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那我们必须要有兵力在外面，不管是海巡的这个大小的舰艇，还有甚至是海军的兵力。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个相关的雷达，我们的机动雷达或者我们的这个固定的雷达必须征收？那为什么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讲到法律战？那你是不是执勤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关的录音、录影、收证的装备，我的雷勤上面的这些轨迹、航机、轨迹等等东西，通通都要具备。准备。对，不然你最后我假设运气很好，我的态势没有上升，但是我们会回到法律，比如这个有人身事故，我要怎么赔偿？到底责任在谁？那我们常常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是说我冲突发生之后，像上次有过一个海巡的摄影机没开。对他没有证据说这个是违法的行为，所以我方没有责任，所以最后是选择说，maybe 是赔偿，或者是说先把这个相关的人员先交还给中国，好才能够往后续去处理。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在这个不只是我们一般的执法军警、小海巡这样执法单位开始，甚至连军人他可能都要开始有这个意识。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如外岛的这个哨所，它的监视。好，他所做的记录，他所做的回报，未来都会是相关的这些资料跟证据。这大提醒。所以它的面向很多，它是整个社会性的，因为资讯战、舆论战、法律战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所以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但是它又没有这么浓厚的硝烟味。但是这会当属着民间，像咱有一题吼，有一题会问着讲，咱要来结合着就是万安甲民安的演习，对着民间吼，这唔知影刷落去安怎处理，需要人家来请教。但是我要先请教，今仔就喺现场，吼，注意，你伫现场看到，我看你就随着拍乌去啊，吼。今仔日你所看到的这情形，敢有如你所想，还是讲其实比你所想的更加好？咱我想补充一下哦，为什么补充？应该莫讲古早，以前汉光那时后边吼，拢是一个连吼，加吼一个营吼，兵力吼去做叫招吼，叫叫招吼。啊，你假这阿兵哥叫来吼，我拢讲较歹听啊，你加训练啊，你无训练啊，你这古早是5天7天，吼，即摆是14天。你若无训练，啊就拍算，你是要喊伊来算啦？毋是嘛，吼，咱是要叫伊来创啥？作战嘛，修正嘛，吼，那修正其实吼，我今仔日看到吼，咱即届吼，汉光41演习吼，讲专路吼，206专路动起来讲，伊较好吼，互迄指挥官吼去发到。为什么安尼讲呢？因古早吼讲，你动一个连吼，你北区一个连吼，啊中区嘛一个连吼，一个营，啊你拢无法度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嘛，无法度嘛，啊你无法度你。指挥官伊就无法度运用啊，对，伊指挥官伊就就歹运用啊。啊，你到底是战争的时阵，这是要用第一营啊、第一连，还是讲全部的连、全部营拢爱杀过去？这较重要。啊，第二点吼，咱看今仔日的训练，今仔训练看哦，伊有讲到一个限制空间的战斗，啥物意思呢？古早是讲，古早这套的战法，敢若好限伊的部队使用，限伊的部队敢。有教济啦，即马练后边嘛，甲你教济。为什么教济？因为咱的城市啦、村落足济吼。啊，你甲兵哥吼，你也讲伊守备吼，守备咧村落，还是讲城市。啊，伊城市伊迄都是建筑物就足济啊。啊，你要去开枪哦，你开枪要去杀，要去杀。今仔日我看到，迄教官就甲训练讲啊。你要安行，要安行哦！你行到这个巷仔边哦，你要安处理哦！你行到这巷边安处理？
这套古早是现役部队较学哦，即马是连后边的你哪知？嘛甲你教，吼，嘛甲你教吼。其实这有一个趣味的问题啊，就是说即马陆军吼，陆军陆军你到底是要轻装化，还是要重装化？要去想好。啊，你若要轻装化，你这就爱学。为什么爱学？因为咱台湾的城市密度太高了啦，咱的三不五时啦，这就是1万人的村路，吼，5000人的村路，你拢会拄到这，吼，啊拄到这的话，可能哦，这是一个要地，啊，你要去防守啊。陆军吼，即摆就教你讲，你若去城市的时阵吼，你要安做吼？啊，毋过咱今仔看到今仔落雨嘛，教官吼教你讲啊，你要去城市起来相拍啊，去相阵。啊，若讲天气好，天气好，吼，这后边部队可能会杀去头前哦，滩难海坡啊，海坡啊，咱毋是虾米去上市，毋是，迄其实迄当阵呢，已经有工兵甲你挖好壕沟，吼，甲你的滩难债务拢甲你弄好，吼。那其实即马党员起来后边部队，伊就爱教你讲，你要安比个滩难站位后边吼，你要使用地雷吼，你要使用你的迫击炮去反导吼，其实这种有教吼。那我的重点是讲，古早吼以前后边部队可能无学到的，即马拢互你学到啊。是，咱去年其实有讨论啊，去中心化、去中心化啊，这个演习。我相信草拟吼，对因来讲，这是事上的代志。你个人你演习的时候，你是什么状况，你就部队长，你就家己爱处理吼。对去年的去中心化到今嘛，谢老师，你认为去年的这个检讨报告，我相信你加减拢有看到吼。啊，到今年，你认为有可能有啥物重点爱来处理，爱来改进？还是讲要来表现的？第一个就是讲，拄啊，陈主任讲到讲迄个城市作战吼，咱看到讲206旅吼，伊动员了后，强化即个伫城市作战的即个训练，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因为你拄啊问托尼讲过来当来最大改变是啥个？我爱讲今年有持久作战，这是上重要的。以早无强调讲持久作战。以早就是讲演习到迄个潭头到海边拍了的耍，结束。可能讲咱赢啦吼，拢迄个解放讲拢死伫迄个海边拢死了啊，咱就赢。毋过你看到今年吼有所谓纵深作战持久作战要安怎持久作战还是纵深作战？城市也是海边的这个城镇的足重要。所以这206旅是海岸守备旅，所以安怎伫海边安怎伫沿海城镇，安怎伫大城市作战是非常重要。因为讲你会使利用这个城市来防卫这个敌人的攻击。因为这敌人若进入这个城市，的兵力会分开，分开了后，咱来利用这个优势来打击这个，各击破。我想讲这个足重要。你拄啊讲到讲这个去中心化去年就有毋过今年因为咱看到以色列攻击个伊朗，咱就看到这个重要性。以色列伊用飞行机把迄个革命卫队所有的将军拢拍死了。你若是讲你的作战，拢爱依赖迄个将军的指挥，伊拢军队就无法度作战啦。去中心化的意思讲，伫战争非常紧急的时阵，你袂使所有的命令拢听军团指挥官的。拢会听总部的，你可能就爱听连长的、听营长的，所以这个第一线的部队安怎伫这个状况之下，你唔免所有的代志拢爱到后壁汇报，这营长你有在指挥马上来作战。我感觉这对这个提升这作战的效率是足重要的。所以今年佫提出来这个去中心化，我感觉就有价值的。是吼，即我嘛就这个题目要来请教查你啊，我来把这个去中心化真正在美军的使用，你可以讲解一个例子，让观众朋友更清楚的知道去中心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完全把战力化整为零，是这样而已吗？不是，还是什么？我了解去中心化，你是说像总长说把向下授权哦 ，OK， 这你作战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做。
OK， 我觉得看到总长讲这个，我是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什么东西都要问老板。对文化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作战的时候，作战永远不是你想的计划中形成的，东西总是不一样。所以呢，你要给我们英文叫 delegate， 让在最下的地方知道他能够做什么决定。你跟他讲说你要保护这个地方，你怎么样保护是 up to you。OK， 那这边是中校，你管这个的，上校管这个，在这个区位里面你可以做决定。可是你要做一些你要攻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平民，然后你要用一种特别的武器，可能会杀到平民，你最好问将军，因为这就更高级了。可是如果只是进去跟其他军队 engage 的话，这是你的 job。所以在美国，陆军是训练到，如果军官受伤，士官 take over， 继续打仗。我们飞机出去 fly leads， 飞机坏了要回去 ，number two take over， 因为最主要是什么？训练，在还没有打仗前，你先训练这些人怎么样做 decision making， 怎样做决定。你要看情况以后怎么样做决定。这是从哪里学的？也是演习的时候学的。你在演习的时候让这些人有机会，你会怎么样做？通常以前我在 lead 的时候，我有一个副手嘛，我在雷神也有，我常常事情发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给他一个机会。故意说我去上个厕所，不是叫他看看，然后你跟他解释要该看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训练的 process， 这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军队里面，这些主管阶级人要相信他的副手，给这个副手机会学，这样子当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受伤了，你的副手还可以很成功的做成你的任务，这就是把从中心化改掉，这样子你可以 delegate。让最低的人也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是，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其实都没有在管中国那边现在到底它的军权、它的防卫区，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有听到这个美国的退役的这个弗林。他也说啊，这个习近平可能位置有点问题。我甚至这2天刚刚来的时候，还看到黄岩岛，已经37天没有任何的消息，他也没有在那上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都不公布。这是代表着什么样的 message 吗？还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讲，演就是不断的要准备？有朝一日就用得上。对对，这最重要，因为你敌人的行动当然很重要，可是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要是演习事实，你自己的能力，不管敌人做什么，我都可以挡住。他现在可能因为他政治方面有问题，安安静静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东西，可是你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后天会怎么样，所以你要永远在国防方面，在自卫方面要准备好，所以你一定要有演习。讲白话哈，从第18次的汉光，一直到41次，我们以前也参加过演习，我们也知道那个演习就是啊，去到定点，然后就吃饭啊，然后就走路啊，行军啊，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变，这个文化你觉得？转变的那个 mechanism 是什么？还是说，它就是不断的要 practice， 只有 practice 才能够最后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去讲那么多的空话都没有用。对，是 training 和 practice 一起的嘛。你现在中华民国很多军队营级的军队整个营到美国去受训嘛，对不对？这些是 culture。他受训的时候跟美国一起受训，跟他们一起练习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回来用这些方法做一些事情。当然不是每个美国做的事情都跟台湾可以用。fit in 呀，因为美国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expeditionary， 我们不在我们家打仗，我们到人家家里面打仗，到敌人的家里面打仗。台湾是守，我们是攻，所以我发现来台湾以后，我发现。我们军人的 train 的 psychology 是
attack， 即使我们 retreat， 我们 think how do we do offensive， 可是台湾是 always defense， 台湾要赢只要 defense， 中国不进来，台湾就赢了。You know， 台湾不是要反攻大陆 ，right？ 所以这个 concept 完全不同。所以当以前我带队来的时候，我要跟他们讲说，不要 mirror image， 就把我们想法跟台湾做的，有时候他们做的是对的，因为他们是熟的。你当你去观察汉光的时候，所以这个 conflict 很大呢。This big difference。他说 ，You should be doing this。No， 台湾是熟的，You know，we will be doing that。I know we'll be doing that。可是我们可能这样子做，可是不一定对台湾的情况 is fitting。所以，你打仗的方法就不一样，因为台湾只要守住，台湾赢了。Right？ 你守到一段时间，中共没力量再继续下去了。他过台湾海峡，他几百艘船被打掉了，几百架飞机打掉了，几万个人在台湾海峡里面死掉了。他能不能继续？他不能继续，台湾赢了，对不对？他没有站到台湾打过来，他就输了。所以这个赢和输的 rating， 台湾和大陆是不同。大陆要赢，他的 standards 很高，他要站到台湾，占领台湾。台湾要赢，在家守好就好了。这是比较简单一点 ，so that's a big difference。所以当美国 observation team 来的时候，以前呢，我现在没有这机会跟他们讲，事先我都会跟他们讲，要你有些地方不了解的话，问问看台湾的那个 observer，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是防跟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 train， 我们是永远 offensive attack， 呀，因为。像我讲了，我们是 expeditionary， 我们是往前征的，我们是前征部队。这真大不同款的。Big difference， 在文化上面。是，学健，恁安怎看讲这摆吼？恁的期待讲，尤其恁咧长期性咧观察到这个军事的这个活动吼，乃至讲这几年吼，其实风声真难哦。恁想要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其实应该讲说，每一年汉光。对于就是真的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了。对，我们以往都会有一个火力的一个展示嘛，好，那常常被人家批评说这个不实际啊或干嘛。烟火秀。对，那我们也跟这个很多长官或者是参演的官兵也聊过，说我要在这么局限的地方，这么有限的时间之内，把我想做的事情做一轮，其实确实你会变成偏向烟火秀的表演。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它的概念就比较简单，它有个复式火力演习。他就把这种火力展示、公关性质的活动，我特别安排。干脆做一次。对，那我们也去玉电厂采访过，发觉他那个流程跟我们汉光在做的反周播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哦，就是我们以前会去在旁边做 live 的那种。对，就是啊，这个最后都会战车冲上滩头嘛，然后有一个很激动的表达，现在我们已经要攻击了巴基了，那种。对，然后那个就是接下来就是啊，比如总统来指导，就总统受访。然后国防部就可以把我们这些讨厌的记者送走了嘛。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去年到今年其实有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其实打听不太到消息。哦。对，以往我们都会知道说啊，我们今年重点在中部啊，或重点在淡水河，大概什么时候有什么科目，我们可以稍微听得到一点风声。他们也不会有人给就气气的。对，也不会有人跟你讲说，他会给你个大概，所以才会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去骑摩托车去找那个迹象，其实我们跑久的看得出来说，这个演习它会前面会有个迹象这样，那变成说，其实这些科目它大概都是，甚至到了今天早上我们才知道说在哪边什么样子的那个，那军队它其实也是被动的接受采访，就是你找到他们，你说我要采访，他会跟你说欢迎，可是你主动问他，他可能在哪里都不跟你讲。有一年汉光，我们已经在莺歌上空看到直升机已经要落下去了。然后我们已经打电话问在哪里，是秘密不能讲。我已经看到直升机了，你还不跟我讲在哪里，太过分了。然后我们在某某工厂，我们才赶快一群人从三鹰大桥赶到那个工厂去采访。可是以这几年来讲，这些都非常的隐晦，完全不会告诉你。对，然后他也不太告诉你说啊，没关系啊，你的重点就是什么。然后我们讲说汉光以前的这种2个礼拜、3个礼拜的这个预演，然后这个作战战区指挥官预教，那个陆军司令预教到什么预教，几乎也都不做了。他真的是趋于现实，我们所看到他实际上的情况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流行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就是没有剧本，但其实我认为这个观念应该是说有剧本，但是我们不剧透。对，因为
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守备旅，在南部的守备旅，他就被记者逮到说，哎，你怎么在滩头先构工啊？开始在挖阵地了。好，那个旅上的官民也很无辜啊，我守备区在这边，我就被指令要冲这样。要演习了，我不来这边做战场经验，我难不成在家里面看电视吹冷气吗？对，所以理论上每个部队都有它的防区、任务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反舰飞弹的这个陆地发射的车主，那个接到命令之后，他理论上就会离开营区，到机动阵地。那他机动阵地可能在全台湾他的责任区里面可能有20个地方，他会很随机的部署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讲说，这些部队的演练，什么反舟波、反劫持，然后比如台北港的夺回，或者是这个反空降，其实每一年历年都有。大概我从汉光26号、27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些科目每年都是一直在做，就有点像刚刚胡大哥讲的，就是说我去年学习了，我得到一些经验，我今年不再做一次，那我去年的经验不就没有了，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对，就是上一届学长有打过汉光，我总要把经验交接给学弟，他才知道我们在干嘛嘛。所以这个经验他才会熟成，他才会变成一个有效的，可以内化的一个东西，这样子。是，好。还佫一个吼，讲阮看了资料啦吼，我相信你若有啦吼，演习嘛，讲有2场直播，包括了7月10号成军前即个 M1A2T 的战车实弹射击啊，甲下礼拜防御性的布雷，我要请教主任吼，这2个对恁来讲是啥物意义？对咱一般民众来讲有啥物意义？有人讲，等甲阿人啊，来台湾啊，这个战车就无效啊，买这个战车是要创啥？来，咱先按军内来讲吼，军内买战车，伊是要互你耍的，也是要你看。要你看是讲哎，顶礼拜有一个万峦乡的乡长讲，哎，你 M1A2T 爱甲我叫来校阅，迄叫要看哦。啊，你要看，民众嘛要看啊。啊，其实吼，军方吼直播吼 M1A2T 吼，甲防御性布雷吼，迄是 copy 日本的富士火焰。哦，就是他在 copy， 为什么 copy？ 吼，为什么 copy？ 讲其实吼，陆上自卫队伊知伊讲，大概日本的民众最爱看这哦，因为军事都有票房啦，哦，啊伊哪创你知道？因为古早是寄明信片，即摆有人寄明信片，有日本人寄明信片去抽签。哦，为什么抽签？哦，你中头啊，对，你中头啊，你中头啊，你就可以去现场看，你就开富士火焰看，看伊个最好耍的哦，最好耍的啊，媒体嘛就安排啊，啊，感觉日本伊感觉讲，这人要入来伤济啊，啊，我即马手机啊足方便嘛，啊，直播的摄摄影机嘛足方便的，我就直播了，就是大家拢免入来，我做你看，吼，迄叫展示，迄毋是演习。迄叫火力展示，吼，迄大家拢看爽爽，啊你全国各边啊，你也时间到啊，你甲开去再看哈，这叫火力展示，哈，这叫军方的展示，这甲演习无共款哦。哦，演习是演真的嘛，演真的就讲，你哪有可能会使互你先知啊？其实安尼按哪来讲啦？外口毋知影你军内要创啥，啊军内内底一定爱知影你创啥，你军内若讲你毋知你明仔要创啥，你这演习要演俩，吼，所以咱讲吼。无剧本是讲不爱，这剧本不爱互民间，还是讲媒体知，但是军方的内部，因绝对爱知啊，无你要喊哪咧啦。所以其实吼，爱修正一下，讲军咧知影伊要演啥，吼，咱民间咧有剧本啊，无剧透啦。讲我歹听，咱民间也知影你明仔载要演啥，这叫泄密啦，这叫泄密啊。所以按讲啦，就无剧本的演习吼，较真。吼较真，啊，毋过状况会足济，啊，比如说你军车吼，踮咧车头，一安马路，走诶，调车边咯，调车你就喊救这车来救的，甲迄个装修好，紧走嘛。这嘛是一种演练啊，不，这不是演，这是正式的，吼，正式的，这就不是演啦。啊，你若讲要演吼，你若讲演吼，我就派总统靠的车吼，会使赛车，我就明仔载当时几点几分去赛互你看。大家足欢喜嘛，足欢喜，这个军队真实要有关系啊，无关系。
啊，军的甲民间嘛共款，咱车嘛吊车，咱吊车要怎创？叫拖吊车来嘛。军的有拖吊车无？有啊，有卡车的拖吊车，嘛有正车的拖吊车啊。啊，你若拄着你甲处理就好啊吼。嘛免讲啊，你去打卡讲啊，这演习的吊车要怎？吊车救济就好啊。好，其实这就叫演真的哦。你嘛演假，对军来讲足简单的啊。我就拣较好的车，我明仔走你看，安尼有意义无？无意义嘛。所以我感觉哦，防御性部队嘛是共款吼。步雷是讲我有状况的时阵吼，咱先谈吼边仔海域布雷，啊布雷你莫想讲这要危险啊，其实布雷有危险。什么意思？就你水雷吼，就是讲地雷的10倍火药量啦，有危险无？有危险嘛？啊，我会使做你看，我会使做你看。啊，咱嘛知影讲哦，伊海军哦是用我们叫超雷架啦，架水雷吼布你看，迄个会使回收吼。啊，伊为什么爱做人民看？因为人民爱知影讲你海军你创啥哦，你空军你做啥？所以其实国防部吼伊有考虑讲，有啥物科目吼会使互大家看，哦，有啥物科目吼会使互媒体看，伊拢有想过啦。哦，我讲较歹听，你空军的飞机你看有无？看无？你海军的军舰出去海上做战斗，你看有无？看无？哦，咱但看有诶纯陆军的，吼，所以你看，为什么汉光诶是拢陆军的部队足济？因为咱个看有啊，看有其实国防部伊会去思考讲，啥物会使互你看，吼，啥物会使做真诶，吼，啥物会使可能吼，会使突破，伊拢有想过。啊，互恁讲甲安尼，阮看诶拢是眼前昏花哦。不过我要请教沈老师吼，迄个看无诶是啥物物件？就我们讲一个偏方者。我感觉是安尼啦。那这战车吼，咱知影伊即马拄38台来台湾，伊即马还未成军。成军就是讲38台上少嘛有2个连，啊，毋过即马还未编好的，因为有淡薄仔战车是放伫迄个装训部要做教学还是训练用啊。啊，伊若毋是一个完整的连的状况之下，伊当然嘛无法度参加演习。啊，毋过这最重要的啊，这号称代表No.1的战车，系啊，遮贵啊，买来当然嘛互人民看，对吧？看讲哦，到底是偌厉害。所以这个演习就互讲 MIA2 涉及啊直播啊，我感觉应该是观众朋友应该袂失望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讲这个防御性布雷啊，防御性布雷甲攻击性布雷无共款，攻击性布雷就是讲我走去大陆沿海港口，我伫你的港口外口我无互你出来，无互你出来。啊，防卫性布雷就是讲我无爱互你的船入来台湾，所以我有对即几个所在我布即个海外的这个水雷啊。啊，毋过你莫家己围起来，因为你的船嘛爱出入对吼。所以这爱就注重这个技术啦吼。啊，这个防御性布雷会使用海军家己布，嘛会使用直升机，嘛会使用飞炮啊。若是暗上的迄个布雷吼，咱知影即马电视即个看到即个火山布雷系统，伊就是机动的，伊就是发射了后，就自动伫个沙滩就会使布雷吼。所以我感觉这甲以前就无啥共款啊，以前较无注意到，有演练啦，啊，毋过袂互你看，啊，即个就互你看，啊，你拄仔讲着讲看袂到的吼，看袂到第一个就是讲，因为这空军呢，飞行机吼，以早就是讲空中的作战吼，咱会使讲有一个靶机啊，要攻击吼，迄火力展示会使看得到，啊，伊实际上讲，若拄着即个灰色地带行动，啊，你要甲迄个中国飞行机把它赶转去。啊，你这看袂到，因为遐远嘛吼。啊，第二就是讲，敢若以早中共伊个联合战备进行共款啊，咱看到这苏俄这个军舰吼，则赶紧出去，就是讲，即马有几个阿强的军舰到啥物所在，所以伊紧急出动，要甲赶转去。啊，这你嘛看无？啊，毋过以早海军伊有用迄个无人机吼，伫迄个天空来看这个军舰的行动，迄看有啦。啊，毋过伊无对全国人民直播，啊，毋过这指挥所拢看有啦，看有看无，我感觉是人民家己的感受啦。我是感觉你安怎为足严的标准来看这个演习上重要啊，哪挖紧这战争
军队的战力就会使提升。是接下来我要请教 Tony 一件事情啊，其实今年的4月份啊，兵推就已经是史上最长的兵推，有14天，而且那个艾布兰，Abraham， 他就来了，那同时我所知道的有国防工业的其他的厂商，也都来了哈，那甚至我觉得。我不晓得您自己本身是不是也代表某一种角色，在观察，或者是在做串联，或者是在理解台湾最需要什么，要 report， 或者是要回头去说明给美国的各界，包括军工产业的也好 ，Senator 也好，或者是甚至是 White House 也好，这些事情。我自己是想办法 connect 台湾的军工业跟美国的军工业合起来，因为有很多机会啦。那像美台商会国防工业的队大概上个月来过，我跟他们见面，给他们一些 background， 然后我也有在美国的不同的州代表会把他那个州的军工业的人带过来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些演讲，因为台湾事实上有很好的能力，然后有很多东西它可以跟美国的厂商合作，然后变成一个供应链给美国的厂商，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在台湾待了很久，他们会来找我说，嘿，你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或者跟什么人联络，我会帮助这一点。那这一次汉光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自己不了解是不是真的有美国工商业在这边会参加，我觉得机会可能不是很大，因为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大家都忙得不得了，不会有时间跟你谈，跟理你，对，没有时间跟你谈 business 嘛，然后可是这种就是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军工业的 connection 是 ongoing， 一直最近一直越来越强。我想请教的是，尤其是无人机。那因为无人机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它这个很大。台湾的无人机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够脱钩？包括这些零组件，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零组件都是中国的，有没有可能脱钩，然后重建一个跟这个非中国体系的？以这个为例，您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那当然台湾有能力脱钩因为你在无人机好了，最重要的什么是那个电的马达，然后电池，台湾这2个地方都很强，然后其他的像电脑的 flight control 这些，台湾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中共的东西比较便宜 ，OK， 所以很多你做 business 一定要赚钱嘛，对不对？便宜最重要。那在 technology capability manufacturing 上面能够脱钩很容易啦，可是，在价钱能够 competitive 能够有竞争力，这个就比较难一点。所以这个是整个军工产业要重新思考很重要的一个点。Of course。接下来我要请教这个Hakim哈，咱他讲这演习的时候，刷来。随着风台呢，伊像家己即嘛，是，即嘛风台真严重咯。中华南投嗰啲淹水呢，咱若像这种是真正有个淹落去吗？其实应该这样讲呢，我们从实际观念去思考，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万安演习跟明安演习，这次也结合进汉光嘛。那我们拿以色列之前跟伊朗的这个冲突来做例子，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很多画面，就是这个大楼被轰炸，甚至轰炸过后，它已经变成有点断垣残壁的情况。那你会发现有个特色，就是以色列这边起码它官方公布出来的伤亡人数，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对，那它这里面当然有说他们在这个房屋的结构里面有一个房间要有防空洞的功能，然后他们如果是老房子，他们会有地下室可以作为这个避难之用哈。那我们把它跟天灾结合起来来谈。天灾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讲战争之后所受到的这些损害，我们叫它战灾嘛。
对，它是一个大范围的，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个笑话，就是说不怕它飞弹打得准，就怕它打不准，因为它会乱飞，我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对，就会造成这个所谓平民的损失，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社区的损毁或伤亡。那更何况就是说，本来对平民区轰炸就是各国军队会考虑的一个战术嘛，因为它动摇你的民心，尤其是打到最后，我们在讲到所谓中体战的时候，这个在欧洲战场、在日本的战场也都常看到这样子的应用。那所以你的民心如何去把它稳住？那你本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比如说后备动员等等这些，其实这些动员起来的兵力，它经过训练之后，其实它的功能是多样化的。好，那据我们所知，我们现在比如说一般部队来讲，它有所谓的这个常备部队，它是担任打击任务。那接下来我们会有这个义务役组成的这个守备旅。然后还有我们刚才一直讨论，就206旅这样子的一个编成的动员旅。那我今天在这个战争发生，比如说台风侵袭的时候，第一个我先不考虑中国的因素，是因为它的登陆船团如果能够在陆地造成这么大灾损的台风情况之下，它还维持它的这个，它的编制还可以维持，然后它还可以继续维持它攻击的动能，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那就只能祈祷。这不像有可能了哈。对，这个尝试上面来讲，目前做不到嘛。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这个部队是不是也都动员起来了？当我今天有遇到这严重灾损的时候，其实讲白一点，比如说我们88风灾88风灾，我们有去现场采访过，陆军在南部的归仁基地动员了大量的这个运输直升机的能量。空军救护队的也加入的，那时候连海军的这个反潜直升机都考虑，我把反潜设备来了。对，美军那时候非常有132洞，然后 MH53的这个，那我必须讲就是这个，我们自己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契努克的教官有讲，他说我以为美国人要调什么了不起的装备，不过就是调山猫嘛，我少装油我也可以调，所以就像。刚刚胡大哥讲的，不要讲说任务或者演习，我遇到真状况的时候，那个部队的心情士气其实反而是高昂的。你说你去救灾，我们那时候也去参与过细致的救灾嘛，就是你去帮助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个对部队来讲，这种从对我从做战争准备转到我做这个救灾的准备，我认为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甚至于在前几年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救灾前的预置兵力的这些作为里面，其实他搞不好比汉光演习还操演更多次。是，对，是。剩5分钟哦，我要请主任吼就一个问题啊，可能我因为 Tony Tony 比较少来，我可能要留一点时间让 Tony 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咱的演习里面吼，今汉的练习讲，想要做一个第一集，敢有这种演习？第一集吼，第一集的问题吼，我感觉吼，这想伤远啊。为什么想伤远啊？因为古早吼，第一集甲第二集还是核子武器国家较有名啊。你讲要第一集，我讲我歹听就讲，即马部队受到去人攻击，你来反击吼，莫讲第一集、第二集啦。咱是民主国家吼，咱必须爱等到对方吼先甲咱攻击，咱才会使甲物啊牵过，啥物物啊？海马斯多管火箭呐，一大堆飞弹，迄当阵较有迄种第一级的问题。即马你讨论这，我感觉伤早。为什么伤早？因为咱是民主国家，咱无法度，咱嘛无权利去发动第一击，吼，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安尼讲？你发动第一击哦，你在国际法律上你绝对输去，吼，绝对输去。人就讲啊，你侵略，吼，所以我感觉第一击吧，第二击吼，迄可能。爱甲归纳讲，咱受到攻击了后，咱会使反击，吼，这是讲会通的。你讲要咱采取第一击，迄可能不是咱决定的，迄可能是总统来决定的。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而且不好意思啊，我请Tony回答，就是因为过去很多的战斗战史里头，常常都是因为看起来都是骚扰，然后平时是怎么样，然后突然就来了。那个第一集。在这种演习里头是不被当成考虑的因素，还是说其实平常就已经有在想定这些事了？我想平常就有想定。你要记得，中共第一次攻击一定要是最后一次攻击，因为他们不会有 second chance。因为如果他们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当盟军来的时候，他赢不了了。OK， 所以他要速战速决。速战速决代表他第一次攻击的时候要有很大的军力。
他如果要很大很大的军力，他要动员很大的军力的话，人家看得到。对，才几天以前就看到了。对，所以说实在，他成功的机会很少。像这一次，为什么大家看着台北港那些，最主要也是M1A2 的坦克车，为什么台湾需要M1A2 的坦克车？就是怕中共，因为中共要过来的话，他的那个登陆艇载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可是如果他用那种管轮的船 Ro-Ro ship 啊，坦克车下来，几千个人一起下来，万一这个事情，这是很 dangerous scenario， 所以要防这个方面。其他的 scenario， 他要做能够从演习变成真的话，